随虔诚的听众，午早。现在是前甲之声空中播报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继续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1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1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2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2节。就是解说甲常自见其过，不说他人何恶，是自归依。即马就是要说咧解说下面，下面就是上师下心，普行恭敬，即是见性通达，敬无抵碍，是自归依。这段拢就是咧解说皈依清净法身佛，尤其是在这个所在所讲的三身佛，是约咱自性所讲，所以皈依清净法身佛，也是皈依咱自己的清净法身佛。在前面就是讲，到底是要安怎样来自己归自己的清净法身佛呢？就是讲，必须爱消除自性中的不善心、嫉妒心、贪曲心、我心、狂妄心、轻人心、慢他心、邪见心、恐惧心等。以及呢，一切时中不善之行，必须常常自己爱要发觉到自己的过失，毋通去讲别人的好歹。那这呢，就是讲把心中所有一切的这分别烦恼去掉迄个所在呢，就是会当归依到自己的清净法身佛，也可以讲安尼呢，就是恢复了自性的清净。即马所来解释就是讲，上师下心，普行恭敬。讲而且呢，常常需要下心，所以叫做讲下心呢，就是一种的谦下之心啦。那这个谦下之心，就是讲，咱毋通有一个控高骄慢的心，毋通咱呢目中无人。反倒转来呢，咱爱真正谦虚。这个下就是以为讲自己呢，一切拢是不如人，人比咱较高，人比咱较有修行，人比咱较有学问，人比咱较有能力。咱的学问、能力、修养等等呢，拢是不如人。安尼来去想，安尼来去看，这呢就是叫做下心，普行恭敬，就是讲必须爱普遍爱行恭敬就是讲，无论对什么人，咱呢都爱甲伊恭敬这就是普行恭敬的意思。那为什么爱下心？爱普行恭敬呢？我常常摕《法华经》内底上不轻菩萨来甲咱各位解说这个道理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
伊遮所讲的真正侪道理啦，可以讲就是真正符合着《法华经》内底所讲的意义。这位上不轻菩萨看到人就讲拜，讲我毋敢轻慢你，为什么呢？恁个个拢会成佛，无论倒一个人拢共款该拜，无论倒一个人拢该恭敬。这正就是遮所讲的普行恭敬的意思。在这个所在，为需要来补充说明，就是讲，既然咱本身有佛性，咱就是佛啦。那为什么咱都爱搁再有这个下心？为什么搁再爱反省？以为讲咱自己啊，不如别人，也别人呢比咱较伟大呢？这就是讲，咱一方面是爱承认讲咱自性就是佛，但咱必须爱反省现在事实。用理论讲起来，自性就是佛，这是无毋对。但用咱现前的事实讲起来，咱啊，虽然是讲有佛性，毋过咱从无始劫以来，有真正侪烦恼，做真正侪罪业。咱现此时是身心拢是染污，也是一个苦恼的众生。所以虽然是有迄个佛性伫咧啊，根本呢，咱埋没在烦恼业障中，袂当好开显佛性，袂当好发挥了佛性的妙用。咱现在是只是随业受报，在这个世间受生死轮回、愚痴迷惘的这个众生。咱若是想到这个所在呢，当然啦，咱就会晓下心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伊所讲的理呢，拢是真深。但是玉实际修行讲起来呢，确实啊，非常符合伊实际。假如讲咱一个人会当下心，就是消除了空过5万心。一个人会当好普行恭敬，那就是会当好来体会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真理。安尼呢，就是叫做见性通达，就是讲咱已经啊有见性了，已经呢有通达真理，有通达佛法，境无地界，就啊无搁再有啥物款的地界。这个地就是讲水流到一个所在，就安尼堵掉了，所流袂去，也就是这种的阻碍意思。那下面这个界呢，咱要行一条路，也头前一个物件给你炸掉咧，这就是一种障碍，不通啦，就是障碍。所以这个地界就是不通，境无地界就是讲，就一切拢会通，一切拢会通者，就是一理通万理铁。一项理若通了，所有理呢，拢会当互来铁，会当来了铁。佢就讲做境无地界，是自归依。讲安尼呢，就是啊自归依。这个自归依就是讲自己啊归自己的意思。一面和平圆满报信，譬如一丁零度千年暗，一滴零灭万年牛。讲啥物叫做圆满报信佛呢？在前面啊，一个指清净法身，即嘛呢，就是讲这个圆满报信，就是讲咱自性中的圆满报信到底是啥物啊？圆满报信也会使讲，就是属于智慧之心，那是咱通常的讲法啦。清净法身，这是咱人人拢有基础，就是咱众生本具的佛性，这呢就是属于清净的法身。
虽然是讲清净发心，若是依照咱一般的讲法，就是讲咱是无迄个圆满报身，因为咱现在是咱的佛性，互无明烦恼、无尽的业障，该埋没。将这个烦恼去掉，业障去掉，使你的本性开显迄个所在，你甲地互相契合迄个所在。这是正着圆满的报身，所以这圆满报身应该就是修行了才会当得到。但是六祖慧能大师伫遮所讲的圆满报身，原来是约自性中的智慧所讲，所以就提一个譬如啊，讲一丁零度千年暗，讲一拍灯啊。会当好将几千年迄个黑暗的所在啊，甲伊消除掉，安尼叫做一丁零度千年暗。一间厝内足久拢无人住，内底无电火，暗飕飕。那已经几十年、几百年，那遮所讲就是讲几千年啦。拢在黑暗中，但是呢，遮尔种黑暗的一间厝，已经黑暗遐尔遮久啦。只要你一拍电火，甲伊点落，几千年来迄个黑暗的境界呢，拢做一马无去，做一马都光起来，并毋是讲已经都遐尔遮久，拢毋捌光过去啊。拢是黑暗。所以即马灯来点落呢，袂当佫一马拢光起来。就慢慢一丝仔一丝仔光，毋是安尼。即个黑暗甲光明，就是讲光甲暗即两个物件呢，这是对得相反啦，而且是随时转变。这甲咱垃圾无共。比如讲，即个垃圾，若是讲垃圾卡真条、卡真严，已经足久以来拢毋捌甲切过。安尼你将一个倒布甲切一个啊，你切袂起来。爱慢慢切，慢慢切，才会当好将所有垃圾甲切落清去。那就必须要有时间咯。但是呢，这黑暗就毋是。黑暗无论讲这个所在是黑暗偌久啊，只要你一拍电火甲伊点落去啊，迄个黑暗拢做一嘛无了了啦。这就是一定零度千年暗。入面讲一地灵灭万年牛。一直就是讲一个智慧，一个智慧呢，会当好消灭了万年的牛齿。安尼呢，名叫做一地啊，灵灭万年牛。咱人的牛齿啦，当然也是真久以来就是牛齿啦，毋是讲咱现在是才开始牛齿尔。但是即款的即个牛齿，只要智慧一个发起作用，将这个万年的牛齿呢，就会当来给去掉，就等于讲一把火点起来啊，所有黑暗拢无去，光来明灭，迄个光一个照出来，黑暗拢做将无去共款。所以伫遮所讲这个圆满报身佛啊，就是咧说明心中的智慧。这个心中的智慧呢，会当消除心中的愚痴烦恼。下面讲莫思向前啊，已过不可得，相思以后。莫思向前的意思，就是讲咱呢毋通啦想向前的代志，那就是未来啦。这就是讲咱未来的代志，咱毋通在迄个所在啊，去遐直直甲想。对未来的代志甲想呢，这是一种的梦想。已过也是共款，是不可得。就是讲已经过了的代志就过了咯。你再搁再甲想，有啥物款的路用呢？已经过了的代志，你甲想啊？嘛是想袂倒转来，你安怎甲想来讲呢？也无法度搁再互你挽回倒转来。比如讲咱
在过去啊，有风光一时，还是讲咱啊荣华富贵等等，也现做是咱无啦。无即个物件，你过去的，你该怀念，该想，你无论安怎样想呢，嘛袂搁再恢复倒转来了。尤其是咱年纪侪岁人，在伊的壮年的时阵，可能有伊真正辉煌的人生的历史，或者是赚大钱、做大事业，或者是有真正大的地位。到甲年纪一个侪岁啊，因为体能无够，所以呢，事业可能也无去啦，地位也无去啦，金钱也无去啊，就变成讲非常的潦倒。在这个潦倒痛苦中呢，一定会想起讲啊，我过去是如何如何。但是想这有什么可能路用呢？已经过去了的代志，你看哪想嘛是不可得。一边讲相思以后，那这个相思以后呢，应该就是把这个不可得啊连到这个所在来。所以伊个不可得在咱正文迄个所在是一个圆箍仔的符号，但是迄毋是圆箍仔，应当是一点。相思以后迄个所在才是一个句道，一个句号，就是讲这个圆箍仔的符号。就是讲呢，毋通呢相思以后就是讲对于这个以后的代志，咱毋通呢常常去甲想过去是不可得啦，未来也是共款啦，无法度互你把握这个目视向前，以个不可得相思以后。这三句啊，敢若较无容易了解，那就是讲咱爱了解其中意思。这三句就是等于《金刚经》内底的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不过伫遮所讲就是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。咱过去代志已经过了想嘛袂当好搁再挽回。未来代志还未到，你甲想呢，嘛毋是现做时就会当随时会当好实现。所以过去未来想的你是假了的啦。迄边讲念念圆明，自见本性，善恶随事本性无异。讲咱会当好来念念圆明，安怎会当好念念圆明呢？要念念圆明就是要有智慧。就是讲咱毋通提起分别妄想来想起过去的代志，来想未来的代志。应该呢，就是爱提起一段的智慧，念念中呢爱圆明这个圆明，这个圆就是圆满，明呢就是光明。就是讲，咱若是提起咱的智慧作用，咱的智慧呢本来就是圆满，咱智慧呢本来就是光明的，也使咱会当好来发挥着咱本来圆满光明的智慧。这就是念念圆明。迄边讲自见本性，这个自见本性就是讲咱自己来看到咱自己的本性这名呢，佫就讲做自见本性。咱来当互来念念圆明，当然就可以自见本性咯。迄边讲善恶随事本性无异。讲这个善甲恶虽然是不同啦，做善恶随事，但是呢，本性无异。这个本性无异，就是讲咱人的这个性，咱本有的这个佛性这应当是无异。这个无异就是讲无两个你的本性，我的本性，结果呢，拢就是一个。安尼，佫就讲做本性无异。这边讲无异之性，名为实性。讲这个无义的性呢，这名叫做讲做实性。
就是讲你的本性也是一个，我的本性也是一个，平平共款啊，都是一个本性。也即款的无有两个本性，这名叫做讲做实性。这个实性就是真实性的意思，这才是真的啦。凡是有两个，凡是有差别的对待啊，这就毋是真的。只有一个无分别，这呢，这名叫做讲做真的。一边讲伊实性中不染善恶，处名圆满报身佛。讲在这个实性中，在这个实性中啊，也不染善恶，无去甲伊拟这个善恶。这个实性就是真如的意思。那依照唯识论所讲，就是叫做完成实性。完成实性就是讲去掉了我空，去掉了法空，就是讲去掉了我执，去掉了法执，连这个空也给去掉，就是讲我也空了，法也空了。那也无执着这个空，超越了这个空所显的圆满成就诸法的实性，这呢就名叫做讲做完成实性。这个实性就是诸法的实性，诸法的真实性。咱现在时所看到这呢，是属于诸法的圆满相。性是体啦，相呢就是外表的样。在人龙佛国人龙经元来讲诸法实性清净平等，非有非无。这个诸法的实性呢，乃是一种的清净平等的。这个清净平等的诸法实性是非有非无，也毋是有，也毋是无。即马伫遮讲就是讲，在这个实性中不染善恶，在这个实性的上面，无去拟着善，无去拟着恶，就是超越了善恶的对待，这名叫做讲做圆满报身佛。因为诸法的实性是清净而平等，是非有非无。那叫做讲做非有呢？因为这实性，这是一种真理啦。这个真理呢，毋是咱世间的这个差别法相。所以真理这是一种的不可得的物件。所以就是非有。虽然是讲不可得，但确实呢。共款啦，是有这个物件伫咧。你毋是讲不可得，就是空空如也，就是一无所有。就是讲有这个真理，但是这个真理呢，毋是世间的物质。咱无法度看，无法度听，无法度用手去甲伊摕，因为伊毋是世间的物质嘛。你若是讲世间的物质，有一个形象，咱看会到；有一个形象，咱手摕到。有一个形象的物件呢，可能呢，伊也有诶这个声音，听会到，毋过拢毋是，但确实有这个物件伫咧，并毋是讲无这个物件。这呢就是名叫做讲做圆满报身佛，超越了这个善恶，无迄个善恶，迄个圆满清净的智慧啊。这就是伫遮所讲的迄个圆满报身佛。所以，叫做慧能大师所讲的圆满报身佛啦，甲咱一般伫咧解说圆满报身佛的意思不同。咱一般伫咧解说圆满报身佛，就是讲佛来修行，修行到最后呢，已经一切拢圆满啦。伊的功德啦、智慧啦，拢圆满，咱才得到这个报身佛。
尤其是咱分呢，名叫做讲做量足尊。这个量足尊的意思就是讲，伊的福德、伊的智慧啊，拢是具足。也可以讲就是福德圆满、智慧圆满。这两项拢圆满，这个所在呢，就名叫做讲做圆满报身佛。伫遮呢，是约咱自性中的智慧，无受染污不但是讲无染到恶，也无染到善。因为这个善恶就是一种对待之法，超越了一切的一切，到达迄个绝对的智慧境界，这就是遮所讲的圆满报身佛的意思。最轻松听讲，就请咱各位暂等一分钟，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